今日同大家講一個好貼身嘅話題，你朝早起身之後做嘅頭幾件事，可能正正就係決定你身體好唔好、精神夠唔夠，甚至係你壽命長唔長嘅關鍵。你可能會覺得朝早起身啫，咪又係嗰啲嘢，飲水、洗面、刷牙出門，好平常啊，有咩咁特別？我話俾你聽，問題就出喺呢度，就係因為太平常，所以你從來冇諗過呢啲小事到底對你嘅身體做緊啲咩。你以為你喺度養生，其實你日日都係傷害自己嘅陽氣，令自己未老先衰。清晨半個鐘決定你一日嘅陽氣。我先同你講一個《黃帝內經》嘅道理。《黃帝內經》話：陽氣者，若天與日，失其所則，節壽而不彰。人體嘅陽氣就好似天上嘅太陽，太陽升得順，成個白天都晴朗；太陽升得唔順，成日都會陰森沉沉。你朝早起身之後嘅半個鐘，就係太陽啱啱要出山嘅時候。呢個時候，你嘅陽氣好似一篤啱啱點着嘅火苗，好細好弱，好需要保護。如果你喺呢個時候做錯咗一啲事，就好似喺火苗上面昆咗一盆凍水，成日嘅陽氣都升唔起嚟。一日係咁，你覺得冇咩嘢；一年係咁，你開始覺得有啲唔妥；10年係咁，你嘅身體就會比同齡人差一大截；20年係咁，你就會發現點解人哋越老越精神，你越老越啫。分別就喺呢度，分別就喺你朝早起身之後頭半個鐘做緊嘅嘢。今日我會同你講3個好常見嘅晨起壞習慣。呢3個習慣好多人日日都做緊，仲以為自己好健康，但其實佢哋正正就係喺度偷走你嘅陽氣，令你未老先衰。第一個壞習慣，一醒就飲水。第一個壞習慣就係一醒就飲水。朝早起身一杯水，清腸排毒養顏。呢句說話你聽過未？我諗10個有9個都聽過。好多朋友一開眼，第一件事就係去斟一杯水，咕咚咕咚灌落去。佢哋覺得咁樣可以稀釋血液，清理腸胃，排走毒素。我話俾你聽，呢個做法錯得好緊要。中醫講水嘅屬性係陰寒嘅，無論你飲嘅係凍水定係暖水，佢嘅本質都係偏陰偏寒。冰水寒氣重，你知暖水寒氣少啲，但陰寒之性並冇完全消除。就好似落雨天固然陰，陰天都係陰，始終都係陰氣偏盛。而你清晨啱啱起身嗰陣，脾胃嘅陽氣正係半夢半醒嘅狀態，你嘅脾胃就好似一營啱啱點着嘅炭，火勢仲好弱，需要慢慢撥，慢慢等佢旺起嚟，先至有足夠嘅熱力去消化你之後食嘅早餐。你喺呢個時候一杯水灌落去，等於喺輪炭上面淋一瓢凍水。火苗當場就暗咗，脾胃嘅運化之力就會被遏止。脾胃有2個好重要嘅功能：第一，運化水谷，將你食嘅嘢變成氣血，滋養全身；第二，運化水濕，將身體入面嘅水分輸送到該去嘅地方，多餘嘅就排出去。如果你朝早都喺脾胃最弱嘅時候灌佢一杯水，脾胃嘅運化能力就會慢慢下降。你飲嘅水唔能夠化成津液，反而會停止喺身體入面，變成濕氣，變成痰濕。脾胃論入面講，百物皆由脾胃衰而生，脾胃係後天之本，一生嘅氣血都靠脾胃嚟生成。你朝早嗰杯水，表面睇係養生，實際上係喺度凍傷你嘅脾胃。脾胃一弱，上唔能夠輸精於肺，下唔能夠行氣於枕，中間唔能夠運化水濕。你成個身體嘅氣機都會跟住亂，你會覺得朝早起身個頭好重，塊面好煮，眼皮好沉，皮膚好油，頭髮好易油，甚至生暗瘡濕疹，大便會變糖，沖極都沖唔乾淨，對腳會覺得好重，行2步就攰，關節會覺得酸痛，仲準過天文台。好多朋友飲咗好多紅豆水想虛濕，但係點解都去唔到？因為你一邊虛濕，一邊朝早喺度加濕，源頭冇堵住，濕氣永遠都清唔晒。你可能會話，西醫都話起身飲水好㗎。西醫同中醫睇嘅角度唔同，
西醫講嘅係水對血液嘅稀釋作用，但冇考慮到人體之夜之間臟腑功能嘅強弱變化。現代研究都發現，人啱啱醒嗰陣，體溫係一日入面最低嘅，腸胃蠕動慢，消化酶分泌少，嗰個時候大量飲水會稀釋胃酸，降低早餐嘅消化效率，長期落去容易引發消化不良、慢性胃炎。咁應該點樣做？好簡單，起身之後唔好急住飲水，先坐喺床邊，慢慢適應一陣，搓熱雙手，用掌心捽下塊面，捽下耳仔，扣下牙齒，等身體嘅陽氣慢慢都醒。做呢啲動作大概5到10分鐘，你嘅脾胃都醒得七七八八，嗰個時候先至飲水。飲水嘅時候唔好一咕嚟灌落去，要小口慢慢飲。脾胃偏寒、容易怕冷嘅人，可以泡2-3片生，2粒去核嘅紅棗，用滾水焗10分鐘，等佢暖暖地先飲。生誥可以幫助陽氣生發，紅棗可以補益氣血。如果體質偏熱、容易口乾喉痛嘅人，可以加2片陳皮，或者用炒過嘅大米泡一杯炒米水，健脾祛濕又唔會上火。就係呢一個小小嘅調醒，將飲水嘅時間往後挪10幾分鐘，改一改飲嘅嘢，你會發現朝早起身個頭冇咁重，大便慢慢成形，成個人都清爽好多。第二個壞習慣，朝早沖涼洗頭。第二個壞習慣就係朝早沖涼洗頭。自從西方生活方式傳入之後，好多人習慣咗朝早沖涼，覺得咁樣可以醒神、清爽、乾乾淨淨返工。夏天出汗多，朝早沖涼嘅人更加多。油性髮質嘅朋友更加覺得朝早唔洗頭就冇辦法見人。呢個習慣對東方人嘅體質嚟講，殺傷力好大。《黃帝內經》話：平淡人氣生，日中而陽氣濃，日西而陽氣虛。朝早嘅時候，陽氣正係從內往外走嘅時候，好似守城嘅士兵正準備開城門出去巡邏，但城門啱啱開咗一條罅，防護仲係最薄弱嘅時候，你嗰個時候沖涼，熱水一沖，皮膚受熱，毛孔瞬間全部張開，正準備往外走嘅陽氣就會順住呢啲毛孔走甩晒，等於你嘅保護罩喺最薄弱嘅時候俾人打開晒。陽氣走咗出去，外面嘅寒氣濕氣就入咗嚟，一出一入，你嘅陽氣就咁樣被消耗咗。唐代孫思邈嘅千金藥方入面講得好清楚，朝早沐浴會損耗陽氣，特別係朝早洗頭之後匆匆出門，髮根未乾就吹風，寒濕之氣會順住頭部嘅經絡入侵，引發頭風、偏頭痛、腰背酸痛。後生嗰陣陽氣旺盛，你可能覺得冇咩嘢，但年過40，陽氣開始虛弱，各種酸痛、頭痛、怕冷嘅毛病就會慢慢出嚟。時間越長，你嘅陽氣就越虛，身體嘅保護罩就越來越薄。你會發現自己越來越怕冷，一吹冷風就感冒，肩頸硬晒，關節痛，記憶力下降，成日冇精神。女士更加要留意，女子以血為本，陽氣本身就偏弱，朝早洗頭好容易引起宮寒，導致經痛、月經不調、手腳冰冷。好多後生女經痛嚴重，冬天成日要用暖水袋追溯翻源頭，往往就係朝早洗頭呢個習慣累積出嚟嘅結果。咁應該點樣做？最好嘅做法係將沖涼洗頭嘅時間改到夜晚瞓覺前嘅1個鐘左右，水溫40度左右，浸15到20分鐘，沖到身體微微出汗就夠。夜晚沖涼有2個好處：第一，可以將一日積累嘅疲勞同灰塵洗走；第二，可以幫助陽氣順利收藏，瞓覺嘅質素會更加好。如果夏天實在太熱，朝早起身成身汗，可以用溫水快速沖一沖，但要注意浴室溫度唔好太低。沖完之後要即刻抹乾，全身頭髮一定要貼底吹乾，千祈唔好濕住頭出門口。當然，如果唔係必要，朝早就盡量避免沖涼。將呢個習慣改到夜晚，你會發現朝早起身冇咁攰，精神好咗，長期困擾你嘅頭痛、肩頸痛都會慢慢改善。第3個壞習慣，天未光就去做劇烈運動。第3個壞習慣就係天未光就去做劇烈運動。
而家好多人追求健康，天都未光就起身去跑步、去爬山、去打太極，佢哋覺得咁樣先至叫養生，先至叫陳力。但係呢個做法其實係喺度耗損你嘅元氣。從天地自然嘅角度睇，天未光嘅時候，陰氣未散，陽氣未生，地面嘅寒氣同濕氣都仲積聚緊，尤其係樹林草水邊，一晚嘅陰氣都未散，係一夜之中濕氣最重嘅時候。你嗰個時候去做劇烈運動，呼吸加快，大大啖吸氣，就會將天地間嘅寒濕之氣大量吸入肺部。肺主一身之氣，又主通調水道，肺俾寒濕困住，水液代謝就會失調，痰濕就會停喺體內，慢慢就會變成慢性嘅呼吸系統問題。從人體自身嘅角度睇，清晨啱啱醒，陽氣仲好微弱，氣血運行緩慢，關節肌肉都仲係瞓緊覺嘅狀態。你嗰個時候就劇烈運動，好似一部引擎仲未預熱，就猛踩油門狂奔，對身體嘅磨損好嚴重。你嘅心跳加快，呼吸急促，就會大量調動身體儲存嘅元氣嚟應付。元氣係先天之本，藏喺種入面，用一點就少一點，好難補充翻。生活入面成日見到有啲人長年堅持晨跑，身形係好 fit，但面色偏黃，容易疲冧，一病就病好耐。呢個就係元氣耗損太過嘅跡象。黃帝內經話：春生夏長秋收冬藏，是氣之常也，人亦應之。一日之中都係一樣，太陽未出嘅時候就好似冬天係陽氣潛藏嘅狀態。你喺嗰個時候強行運動，就係違反咗自然嘅節奏。咁應該點樣做？好簡單，記住3個原則。第一，等太陽出嚟先出門，尤其係秋冬時節，一定要等太陽升起，露氣散開，天地間嘅陽氣升翻起嚟，先至出去做運動。嗰個時候運動，你呼吸嘅係新鮮空氣，又可以借助太陽嘅陽氣嚟保養自己，事半功倍。第二，運動之前要熱身，唔好一落床就跑，先運動下關節，拉拉筋，做5到10分鐘嘅熱身，等身體微微發熱，氣血運行順暢，先至開始正式嘅運動。第三，控制運動強度。你唔係參加奧運，你係養生，快走散步、太極拳、廣播操呢啲舒緩嘅運動就足夠。運動到身體微微出汗，氣血通暢，就已經係最好嘅狀態。千祈唔好追求大汗淋漓、氣喘吁吁嗰種叫好唔叫養。將呢3點做到，運動先至係真正嘅養生。你會發現運動完之後唔會覺得攰，反而成身舒暢，成日都有精神。呢個先至係運動應該有嘅效果。3個習慣，一個道理講完3個習慣，你可能會覺得原來我朝朝早做緊嘅嘢全部都係錯嘅。係3個習慣，樣樣都係喺度消耗你嘅陽氣。等陽氣生嘅時候飲水，係喺度嬌息陽氣；等陽氣生嘅時候沖涼，係喺度放走陽氣；等陽氣生嘅時候劇烈運動，係喺度透支陽氣。3件事樣樣都係同陽氣作對，但係好嘅消息係改翻正都好簡單，將飲水嘅時間往後攞，將沖涼嘅時間改到夜晚，等日出之後先做運動。就係呢3個小改變，唔使錢，唔使時間，唔使食補品，你嘅身體就會慢慢好翻。你可能會覺得咁小事真係有咁大影響。我話俾你聽，一日嘅分別，你睇唔到1個月嘅分別，你開始感覺到1年嘅分別。你嘅精神、睡眠、腸胃抵抗力都會有好明顯嘅改善。10年嘅分別，你同同齡人之間嘅健康狀態就會有天地之別。黃帝內經話：上古之人其知道者，發於陰陽，和於術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，故能形與神俱，而盡終其天年度，百歲乃去。古人養生從來唔係靠咩神奇嘅功法，而係將每一個日常嘅細節做好，幾時起身，幾時瞓覺，幾時食飯，幾時運動，全部都順住天地嘅節奏。你順住佢，身體就好；你逆住佢，身體就差。就係咁簡單。最後嘅說話，今日講嘅呢3個習慣，你可能覺得好小事，甚至覺得
我由細到大都係咁噶啦，都冇事。但係你要明白，身體嘅損耗從來都唔係一日兩日睇得出嘅，佢好似一個銀行戶口，你每日攞少少，攞少少，你唔會覺得有咩問題。但當你發現戶口見底嘅時候，已經太遲。所以，與其等到身體出問題先至去補救，不如由今日開始改一改。呢3個小習慣唔使錢，唔使時間，只係換一個順序。將飲水嘅時間往後挪10幾分鐘，將沖涼嘅時間改到夜晚，等太陽出咗先去做運動，就係呢3個小改變。堅持1個月，你嘅身體會多謝你；堅持1年，你會覺得自己後生咗；堅持10年，你會發現自己贏咗身邊90%嘅同齡人。養生從來都唔係複雜嘅事，佢就係藏喺每一個清晨嘅選擇入面。你今日選擇做對咗，就係為自己嘅健康開咗一個好頭，將每一日都過好，你嘅一世自然就會好。祝各位陽氣滿滿，身體安康共勉之。